組及觀塘工聯康寧翠屏長者中心聯合表演嘅手語歌劇《衝破黑暗，邁向光明》。在面對風風雨雨同埋艱難嘅時候，希望全香港嘅市民團結一致，互相扶持，努力奮鬥，再闖香港新天地。永不怕捱，過去現在難題迎人解，人生的彩筆蘸上悲歡愛恨，描畫世上百千態，控制命運任我考安排，看似人難盡了解，人間亦好景給我一朝破壞，榮辱愛恨任分派，努力未願平賣，人性我沒法賤賣，今天死結應難解。世界變大，犯法那需命大，法理若在，為何強盜滿街？人海的衝擊比那滄海更大，難為正邪定分界。我沒法賤賣，今天死結應難解，努力拼結盡情破壞，彼此也在捱。世界變大，犯法那需命大。本來係美好，充滿着愛同和諧，但係因為一啲人嘅自私、貪心同私欲，為世界帶來咗仇恨同罪惡。今日就讓我們齊心協力，共同建設和平友愛嘅世界。莫再感慨，塵世裏太多苦與愛，隔膜求移開，大眾相關注，求彼此平等相愛，願見人人和平友愛，和平友愛心中在，人人手相牽，真意相待，人愛復再來，共達和平，全人有愛，人人永遠。
笑，笑又如陽光，大眾分享了，誰人多誰人少不緊要，願見人人